有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百万。来，有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来开队。大凯大凯，虾虾大海，拍拼各地，快乐爽快，大凯队，爽啦！送啦！送好，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背队。屁呀的台语，冲冲冲！哦，欢迎啊送个冲啦！吼，是来，咱即嘛就擂台，来，谢你。恰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好，进来欢迎咱的队长啊大凯。欢迎啊！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专家有地位啊，实在是伤欠钱啊！大凯过来啊！哈，今日要提100万走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哦，就这简单啦。哎，拢讲完啦。今日唔是干那你要提100万，真侪人拢要提100真的万。假？安尼你要提袂到？诶，我就歹讲啊啦。讲实力啦把你拍拼就对啊啦。看你的实力啦，嘿啦吼。好，进来甲咱的队友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周信伦，我是一名网球教练。是好，欢迎你哦。来，个说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君豪，我是大学生，啊，我平时咧介意唱歌，安尼。第三位大家好，我是林武雄，我嘛是一个大学生，我平常时嘛介意唱歌，还有拍篮球。是哦，好，欢迎。即摆想要讲的是安那，因为因三个拢是共公司的。哦，甲大凯共公司。拢是咱的 model，就一位做唱歌，啊边仔拢演戏的嘛，对吧？对。哦，咱遮嘛算讲是在艺拢有啊啦吼。袂歹。但即嘛换因迄边，因迄边的在艺嘛是真济呢。我这边嘛真厉害嘛哦。是唱歌的呢。是啊。好，来介绍你去。欢迎咱队长吴培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屁呀吴贝呀吴贝雅，我是一个创作歌手，我今仔日嘛带真济一个欠钱的朋友，大家来趁钱啦！啊，对，先甲欠钱的朋友介绍落去。来，哎，我叫杨玉峰，大家好。是我是即马伫台湾咧筹备电影，所以我钱欠上济。哦，拍的电影足恐怖的呢。其实咱导演是一个日本人啊，是日本人，对。啊，也毋过伊的台语真正足好。对啊，听袂出来呢。会惊吼。袂歹。我因为工课关系，所以我拢来学台语。台语真好。看到日本人。日本的导演都足钦佩的呢。是啊，精神。唔知是拍倒一款的片啊？你想讲是啥物片啊？我这真好奇咩？你唔通想歪，会当想阮这节目绝对唔是歪的咯。我想要了解一下嘛。对。那要拍什么片？我平常时拢拍TVB 电视剧，啊无就是广告。其实打来台湾时拢拍广告。哦，现在创的足多哦。忘着，咱台湾广告真有名。对啊，即马就是开始咧筹备甲台湾有关系的电影。啊，电影。咱台湾的故事啦。对，欢迎各位。好，真好，100哈，100。好，来，我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提，我平常时是歌手老师嘛，是创作歌手。啊，自细我拢听屁的歌大汉。哦，好朋友啦，好朋友是拢是歌手啦。你若要学歌，就应该甲因两个同齐。阮家拢是写歌吼，写剧本啦。你家调写无？系啊，写歌。下个常常甲因请教，平常拢先拜。你会当过迄对啊？这紧就要甲上照啊！我唔好你摸咧上，因为你啊上我上尾啊，可能是我甲你尔。安尼有够分量啦。是，好欢迎你哦！好来，讲啥落去？大家好，我是 CJ， 我嘛是创作歌手，我即摆要写台语歌，是，我甲 P 啊是唱台语歌比赛熟悉的。我是朋友啊。是朋友。啊，听讲你有新的专辑，是不是？P 啊，要来宣传哦，来。我伫9月底的时阵，我要出一张新的台语的专辑，叫做《离婚初体验》。哦，啥怎是离婚初体验？因为这就是我本身的体验。咱家己的故事就对啊。而且是我会使先问者，你是为了写歌才离婚的吗？现在都真厉害啊！哦，无啦，是离婚了后，就感觉讲，其实身躯边嘛有足侪朋友拢有这个经验。是因为即摆这是大家为着要追求自由啦，所以对婚姻来讲，伊就较无一定甲放在第一位。其实安尼真好，你知影无？甲你心肝内代志啊，用写的嘛会当。
对，用唱的买单，拢个写出来，有人出册啊，是，有人出书嘛，这是出歌，这是轻松的歌，还是悲情的歌？有较轻松的，有较轻松的这个音乐来讲。较叮当的故事。啊，当时要迄落啊，要上迄个网络啊，是要发行。这个9月24号就当听到啊。哦，伫网络顶面吗？对对对。9月24哦，哈，阮就会通啊，伫迄落咱的网络顶面听到啊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来，掌声欢迎咱罗公行罗老师。多谢，我是罗公行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来，要买新厝进前，咱来拼三关先赚大钱，是真正才会赚大钱啊！这三关是多三关呢？啊，甲两位报告吼，咱这季吼拢总就是今仔日起先来就是初赛啦吼，啊若初赛过关，就初赛奖金；啊若复赛过来，就够复赛奖金；复赛若够过关，就是上尾啊冠军赛，总冠军就摕到100万哦！加油加油！真正要有100万呢！安尼投机款都有够安尼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因为咱今日奖金佫另外赚的哦，无共款哦，你每100万嘿，初赛、复赛、甲决赛拢有奖金哦。啊，咱这是另外一个大奖金。一路互你摕转去啊！无唔对，所以讲今日咱一定爱拼，因为咱大家拢足欠100万的哦。好，今日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花大饼，好，台语心事大调查，是阮两个答案拢对哦，吼，就是要互恁选讲，打一个较侪人在讲哦，吼，来啊分数安怎算？啊，这回合拢总3题，恁若拢用到，上最低就6000哦，意思1题2000哦，哦，真济哦，先甲6000摕起来哦，好，来，咱老师请出题。哦，请问哦，积木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是积木，大家拢知影积木嘛？嘿嘿，积木是毋是一块啊？一块，哎对，是毋是？所以讲我真简单，伊用茶做，啊，有是塑胶做，啊，咱上早的基础就是拢看到茶嘛。是啊，所以讲我就是茶底啊，嘿，茶底啊，一块一块，一块一块去甲倒起来，是好啊，你的咧。阿姊，啊我吼，我会应该讲作是茶角啊，茶角啊，因为吼，你看伊拢一角一角的啊。哦，3角形的啊，4角形的，长了的啊，除了一寡圆的，共款，伊拢是茶吼，卸落来一角一角才去磨的，所以是茶角啊。咱两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叶一平，是一块啊，是角角咧，来哦，唔知影风险哪有贵哦，时间到啊，我唔系。是，好，来，咱这边的，来看。凯，凯，你选的是我这边。阮两个是分配的啦，因为刚刚两个拢有可能。有道理。但是迄茶角啊吼，敢若材质的款，系啊，就是人咧订迄个装潢有无？对啊，拢讲迄个角角嘛，迄茶有哦，机的嘛。对。啊，这底啊就是一块啊，啊，因为这个物件看到较新一块。好，啊，咱这边的阿弟，我感觉底啊跟角啊底。地改成一块是分开的物件，角啊改成要倒起来的物件，所以我选这个地角啊，茶角啊。打一个较侪人伫讲咧，后来老师，咱健康的答案是。啊，这条吼，咱标赛结果较侪人选的是这个茶角啊，所以是伫阿雄这边。嘿，要紧，咱嘛有分数来。咱若讲地啊吼。迄个地吼，咱感觉讲伊较无啥物规则啦。啊，咱若讲角吼，感觉讲伊较有一个规则型啦。啊，咱台语的迄个字数内面吼，咱有是讲边角，还是讲角糖吼，咱用角的较济啦。所以咱选的结果是选茶角的人吼，有78%。哦。啊，选迄个茶底的吼，才21.8尔。哦。所以比例上差真济啦，所以选茶角的吼是。上侪人选的，是，
好，不要紧，拢真熬哦。第二题要来哦，咱加油哦请出销。来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蝴蝶袖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蝴蝶蝴蝶袖，袖大家拢知影蝴蝶袖就是遮嘛。对。啊，你看伊，咱讲的是果，是狗，嘿嘿，是果就是这嘛。小鸡对你讲这嘛，个杯啊，是个是讲尾大，是会通啊飞啊。哎飞天啊，是啊，所以讲咱上惊就是这是果，尤其查某囡仔啦，现在来讲啊，这种一定有嘛，你会尤其这个歹消，是，所以讲啊，我简单甲讲就是讲肉是啦，哦，是嘛，是啦，翅膀嘛，是狗加足济吧，嘿，所以讲是肉啦。是啦，嘿，啊那你咧，哦，啊那上我这边我会讲的是肉，因为你看就是肉嘛，嘿，啊唔管是长还是丁，这拢是手的一部分，啊而且伊的华语叫做秀，摆秀，啊那个提供是肉，哦，有肉的手伫遮，两队车选择，哦，这歹算哦，阿雄演几点？好，哦来加起哦，来试哦，好，诶，风险不甲分开啊，因为跳这咱可能无定来你讲，较唔知影，好来，乌熊，我感觉肉丝仔讲起来，就你手安尼的时阵，看起来敢若丝仔共款。是，啊，你讲肉的话，敢若是咧讲你的衫共款。我刚才在讲手啦。啊，而且肉丝仔讲起来较好听啦，感觉。哦，好来，换咱这边，来导演，对，哦，我感觉肉可能较对的原因是因为较斯文，哦，较斯文，较优秀。啊，肉丝看听起来就是对跟他闹死啦，对，无好听啦，好听。无听着，是这意思嘛，歹听。讲这较文雅，是，每一个人讲这拢较无共，想法拢较无共，感受无共。是，啊那肉听起来敢若较好。系较好。啊若讲啊，你有迄个肉丝啦，听起来，你讲我老实啦，歹听啊，无啥好。嘛对呢，好，来，咱看一下哦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咱这条的答案吼，较侪人选的是这个阿雄这边。哦，袂歹，风险拢有分。对啊。好，来先加分数。恭喜得了1000。啊，来咱赔咧。哦，嘛是1000。啊对，这两个分别无像咱拄遮一条哦，差较侪啦吼。对。啊，不过肉这边吼，有超过54%的人选这个。啊，伫迄个肉丝仔迄边吼，才45%，所以拄则咧讲就讲，真侪人会感觉讲肉丝仔咱想要食的物件啦。对啊。啊，咱人的身体嘛，所以会想讲，咱会讲这个人生做肉啦。是。哦，啊，伊的手就肉，就敢若讲伊的手敢若肉，足侪肉安尼。是。所以这个选的人就超过一半。第三题啊哦，真正要拼一下输赢，咱先请出销。来呀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哦，明太子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明太子大家拢会定食嘛吼，有的人爱食，有的人唔敢食。啊，毋过伊简单伊就是鱼仔卵嘛，是鱼仔卵去生的嘛。是啊，毋过我的就是直接反像日本人咧讲的。哦，变态国哦，变态国，咱平常时啊拢会安尼讲的。敢若罗赖吧，安尼叫唤就对啦。嘿，无唔对，换你。啊，若是我吼，我会感觉应该用台语来想，伊就是鱼仔卵嘛。鱼仔卵，就叫做鱼卵生。鱼卵生，因为要生。啊，对啊。哦，伊要用盐去生起来。对，譬如讲咱台语有一个词，就是甲动词做上尾字的时阵，就是名词。譬如讲酒开啊。酒开啊！哦，开酒瓶的都酒开啊！开这字就是上尾字嘛。是。啊，这鱼仔卵落去生的，就是鱼卵生。鱼卵生。好，啊，即马就爱看大家的是打一个较定定去讲的。啊，对。明太国。哎，是鱼卵生呢。又来看一个哦，念法无共哦。好，来两边请选择。必须。明太国。哎呀，明太国。哎，来哟！来哟，起来哦！来哟！哦，是，恁会较直接就讲明太国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台湾是日本统治过嘛。类似敢若咱咧讲韩德鲁，就是直接对啊，叫唤嘛，韩德鲁就是北库嘛。对啊，哎啊，这就直翻的嘛。好，啊那咱阿提的，我是感觉鱼卵生这个名吼，听起来比较直接。我要点菜的时候，咱知影
要食的是鱼卵，一讲就知影是啥物。嘿，马上会知影安尼。哦，嘛是。大家拢有讲法啦，嘿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健康的答案是。哦，咱这条答案哦是伫美秀迄边。哦，你食惯就好啊啦。对啦。啊，因为这是对日本来的物件吼，咱台湾人应该本来无咧食这种物件。对啊。所以对日本引进这种物件，都直接用日本话的发音就去讲，所以免太苦。啊，当然你讲鱼卵生，吼，就是照意思去讲的啦吼。是。啊，两种迄个比例无差真济啦，不过这个免太苦有差不多57%的人选的。57%。啊，剩的这个鱼卵生才43%尔，所以若要比较来讲，你免太苦嘛是较济人选啦。是。好来，咱今嘛进来看咱的分数，黄文凯这边，今嘛有4000。哎，啊那杯这边咧，哦，嘛有4000哦。哎，8分啦哦。好，咱继续哦，进来第二位啊 ，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好来，啊，咱分数咧。哦，咱这回拢中4题，4题，每一个人拢有机会起来答。哦，啊，一题3000，上济人拢摕起来12000哦。哎呦，当然嘛12000，会当咱4题拢嘛摕起来啦吼。上个咱请题是刷落来要看的是咱伫咧嘉义地区的司法机关哦。哦，嘉义哦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这枪位啊，真正足古早的。嘿啊。哦。哎呦，这今摆应该够有哦。这个所在吼是一个真重要的司法机关，是。伊的华语叫做法院。法院。请问大家安怎讲呢？哦，来，皮啊，较紧。请问法院的台语是咩怎讲呢？刷落来要看的是咱伫咧嘉义地区的司法机关哦。哦，嘉义哦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古早哦，叮当啊！哇，这枪位啊，真正足古早的。嘿啊。哦。哎呦，这今摆应该够有哦。哦，啊，这门口在做敢若鸟居哈，爱注意哦，爱足慎重的哦，看清楚哦。看得鸟。好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是今仔日咱来去嘉义佚佗，而且这个所在吼是一个真重要的司法机关，是。伊的华语叫做法院。法院。请问大家安怎讲呢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。来，皮啊，较紧。法医。法医，好，捌行过无？捌行过无？差一点仔要行。好加载无？唔好行，尽量慢。时间。是，好来，老师，法医对唔对？健康。这个事无困难啦吼，然后咧讲台语应该真简单啦。啊，今日讲伊若无咧讲台语吼，伊可能发音会无正确。伊讲法院吼，安尼就唔对呀。伊讲法院安尼就正确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有3个人，咱今日来换人。是好来啊哦，第2题啊哦，手康啊好，上个咱请题是。刷落来吼，咱要看的是日本时代的富林人哦。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即摆嘛是安尼啊。哦，对无？龟咧啊，地咧哦。是，龟咧地的。哦，这以前日本时代。系啊。哦，迄无啊真悬哦。系啊，足悬的。哦，即摆嘛是有通看到这种光景啊。好，来要出题啊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今日带恁来去山顶佚佗。咱头拄看到这场富林人，你敢知因怎啊咧做啥物代志咧？啥物活动？是因咧做啥物活动哦？拄则咧做啥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。哎。啊，开较紧，是不是？哦嘿，哦，敢若较紧小看。是。伊迄应该是咧挽地叶啦。嘿，应该是咧挽地啦。喂，足清楚的哈。嘿嘿，哦，嘿啊，伊就是地啊，啊，就是底下咧挽嘛，爱拄糖嘛。
讲啊足清楚标准。袂歹袂歹。应该是有的人若袂晓讲会讲菜地，但是迄爱讲慢。好来，老师慢地对唔对？正确。袂歹，我拼落去，来分数。终于要得到3000咯！一定爱平平安尼啦，吼。咱这个规矩啦，是讲像这拢用慢的。当然，有的物件无共款，就讲土豆，咱袂讲慢，咱讲烤土豆啦。是。因为迄伫土内面那个烤起来。烤起来。吼，啊，若像这吼，咱就讲慢地。啊，你讲菜地是无安尼讲，咱菜一般来讲是讲土迄个炭坑哦，咱讲开菜啦。啊，无就讲蚵啦。啊，一般来讲，咱较无讲菜，咱就讲慢啦。像这样规矩，咱嘛讲慢规矩啦，啊地咱讲慢地啦。对。好，不要紧，够两个哦，来今个换人。好，来呀哦，手放好哦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刷入来要带恁来去看的是一个台南历史悠久的公园。哦，好，来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台南，伊真像日本的，算大片哦，这公园。真大片，都清幽的。哇！哦，以前拢有迄落啊，亭啊，做亭啊，是。好，来，要来出题哦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咱今仔日要去台南佚佗，这个所在是我咱台南的北门町，而且吼，伊足我近台南车站的一个公园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公园叫什么名咧？会记听哦，台南车站离啊真近哦。伫咧北门町哦。是哦，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我想讲咱高雄的朋友较系啊，是不是？彰化人来摇哦。彰化人离台南嘛远。人拢讲先抢先赢嘛，啊，毋过伊顶面讲离台南的车站较近，是，所以我因为伤远啊嘛，所以不遐了解，我就叫台南公园。哦，这安尼嘛算巧哦。台南公园，好来，我问一下哦，老师，台南公园对唔对？正确。啊，这个相片哦，其实是明信片啦吼，啊，伊个主题就是台南公园。啊，咱有看到足侪甲台南公园同款的即个相片啦吼。是。啊，其中咱看到上尾迄有一个凉亭啊，啊水边佫有人像有人咧钓鱼啊，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台南公园的特色啦。啊，即摆应该是还佫伫咧啦吼。是。若有去台南，会使去看嘛。好，不要紧哦，咱佫有一位哦，加油加油！油！咱即马1万对7000啦。对。好，来今日换人。好来。第四哦，差这3000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的是。是，刷入来要互恁看的是咱台南安平运河。哦，安平运河哦，来先看影片。哦，哎呦，以前上济安尼。对啊，你看台南市各界安怎？拢得啊。系啊。啊去带。哦，这看甲较脏的代志哦。哇，这船过叮当过会使。好，这活动应该真济拢有啦吼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哦，今日要去倒去佚佗，请出题。今仔日带恁来佚佗的所在是民国62年台南的安平运河，但是因是伫咧进行一种比赛，你敢知影是啥物比赛呢？哦，是啥物比赛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台南人啦，台南人。伊伫台南运河是咧比咱端午节。什么活动？五二节啦。哦，五二节。五二节。咱叫五二节。哦，伊是比迄叫啥物？迄叫啥？龙船。嘿。啊，头一啥？头一。伊用安那？白龙船。啊？白龙船。哦。白龙船。嘿。白龙船比赛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会使正确。哎呦！来分数。终于又跟你着3000咯！哇，愈游愈开啊！电影的开看不共，有的所在讲白龙船，有的所在讲白龙船啊，拢会使啦吼。
啊，这个咱看这可能较早期的啦。咱若即马吼，迄凌晨继续大只的，人嘛继续济啊。以前的可能较无遐济人，因为比赛时啦，就是迄个船较细只人嘛，较无遐济。不要紧，所以讲我哋这活动就是白龙船。是。好，来，咱今晚来看分数，看阮凯这边。今晚有13000。啊，咱赔咧。哦，毛7000哦。哦，嘛袂歹哦。好，进来去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。问号，我问者，问号到底是啥？哦，问号内底代表的就是奖金嘛。奖金，嘿，那少的吼1000、3000啦，啊那多1万、12000、15000拢有哦。哎，上悬15000，上少1000啦吼。好，啊来，咱有8个提示，咱提示先念者。好，有天堂、菜、笑、结婚、环游世界。结婚、卖唱、低费价，不过有一条救人的机会。救人，嘿，队长，咱也唔知影，咱通讲救人哦，咱的队友队当讲啊哦，上重要就是奖金较侪时阵再来讲救人哦，无安尼伤过浪费啊啦吼。了解。好来，咱即马分数较少的人，咱就通来先算哦。批啊，来批啊。好，来队友当讲哦。你有经验的？你有经验的代志？我有经验的吗？全部我拢有经验吗？结婚啊！啊，你就决定选天堂啊！好啦，无就选结婚好啊。结婚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结婚的奖金有偌济？嘛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结婚满偌济年，就会使讲伊是金婚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嘿，几年？嘿，几年？啊！满偌济年就是金婚。是你算看卖嘛？就简单的。我用摇的。啊。30年。30年。嘿，30年。哦，为什么是30年？金婚。30年感觉就足长啊。啊，那40年咧，啊那60年咧。对啊。会当换一个人啊。对。伊就会去天堂啊。唔通袂记的，有离婚的初体验。对。无唔对，所以讲你的感觉是30。嘿。哦，好，30年对唔对？好笑。啊，即摆人较晚结婚啦哦，感觉讲哇30年足久的哦。啊，其实以前人较早结婚啦吼，是。因若20岁结婚哦，过50年哦，70岁还阁无离婚哦，安尼就叫做金婚啦。哦。所以50年啦。 50年。对。还阁50年哦。对。哦，安尼啊，当然你若当到60年、70年，上少阁有啥物啊？选召婚啊，啥物？迄落做白金婚啊，啥会愈来愈悬，啥物保照婚啊，啥物吼。 啊，所以50年并无算真久，不过哪会当到50年，我那无简单，所以还两个结婚。捌一年就贵啊啦。捌一年啊，嘿，来换你啊。好，选你较有经验的啊。要问一个无？这运会较好。这运哦。我感觉你会较熟。你平常是拢坐这运吗？嘿，啊，你个不选这？哦。系啊。哦，嘛对哦。选一个大家拢熟的啊。是哦。好，这运哦。后来咱看下这运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！ 厉害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这阮板南线有一站叫做港仔喙，啊，你敢知伊号名的原因是因为有青笑的色水，还是因为2条溪的甲界有关系咧？因为我读台语大的，阮就是学校伫台伫板桥，啊，港仔喙就是伫新埔站的前一站。对。遐拄啊好要过一个桥，环河遐。好。 嘿，啊，所以伊遐是应该是2条溪的交界。 2条溪的交界对唔对？港仔喙伊号名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咧？请问，这阮板南线有一站叫做港仔喙。 啊！你敢知伊号名的原因是因为有青笑的色水，还是因为2条溪的甲界有关系咧？
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2条溪的甲界，还是讲呢较有青翠的色水？嘿，伊的号名。伊的号名，捌听过无？3、2、1，来，请起来。来，12块啦。 2条溪的甲界，我感觉应该是2条溪的交界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较早住邦桥啊。哦，你台北人吼？啊，你知影什么溪甲什么溪？因为我读台艺大的，阮就是学校伫伫邦桥。啊，港仔喙就是伫新埔站的后前一站。对。遐拄啊好是一个，迄要过台北桥，迄个要过迄什么桥？要过一个桥，环河遐。嘿。要过桥。所以伊遐是应该是2条溪的交界。2条溪的交界，对唔对？所在吼，照原来地名是港仔喙啦。港仔喙。啊，咱台语讲的港吼，就是溪的意思啦。咱唔是干那讲海才有港，咱台语吼，像阮家人的田寮港，都是条运河啦。所以咧河水吼，溪啦，拢叫做港啦。啊，遐拄啊2条溪拄遐交界吼，所以伊就变做一个尖尖的所在，就看到那像鸟仔喙安尼，所以叫做港仔喙啦。啊，咱即马叫做江子翠吼，迄是地名雅化。 改做这个写法，啊，无应该若要照讲是爱江子嘴就对啦。哦，安尼看起来歹看，所以改做江子翠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安尼个知影哦。够学着啊。嘿，来换你哦。今日够15个，该拼。要紧，今日个15摕起来。15加油。笑了，慢笑。笑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笑的奖金有偌济。 7000嘛，袂歹，来毛衣的一半啦。咱请出题。请问困坦笑这个词是咧讲人安怎困的？是困真落面过的面梦，还是讲困的姿势面向天棚？来，留10秒的时间。面向天棚啦。嘿，是面向天棚，还是讲啊？你困的时阵会面梦？真落面过的面梦。真落面过。困坦笑。来。 我要选第2个。第2个，困的姿势面向天棚。嘿，是。敢若困的时阵，就是可能有梦到什么。仰睡就对了。对，是。较爽快安尼。第2个哦。好。来，咱来看者困的姿势面向天棚，对唔对？台语讲摊什么吼？你讲伊的姿势，讲伊的这个方向啦吼。所以咱讲摊笑就是向顶悬的意思。啊，那摊拍就是咱的身躯向下骹，面向下骹呢。哦，咱安尼叫做摊起啦。摊起。啊，咱放物件是讲会使放摊起，还是要放摊倒，还是要放摊滑？哦，这是咱台语的一个特别的讲法啦。是。啊，这个摊笑，咱即马仰视的收水吼，以前咱讲死囡仔体，咱即马嘛叫做。 摊笑收，就是可以较袂遐歹听啦。哦，你收的是面向天悬，所以摊笑收啊呢。所以困摊笑就是困的是面向天。好，来换你哦。来哦。要选什么啊？要讨论一下嘛吼。拄则因拢讲要卖唱嘛，系啊。卖唱，安尼咱就决定来卖唱好啊。好，看卖啊。来，咱看者卖唱的奖金有偌济？ 啊！卖唱唔值钱啊！对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种乐器，因为较早吼是乞食伫咧卖唱所演奏的，所以嘛，互人叫做乞食琴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非常的简单啦。应该知影啦。你搁甲看。这唔免看吧？这免看吗？唔免啦。 4、3、来，2、1，请起来。 伊走唱啊！冰冻走唱的人拢会举一支伫遐咧唱啊。系啊，迄叫做什么？走唱的人拢会举一支。对啊。古早的人啊。你救人，我就直接要甲伊拍。这就简单呢？就简单。迄个型甲你的身材差不多啦。啊，我就讲你身材差不多。对啦。伊是你冰冻嘛对。啊。那真。上以早有名，为遐开始。唔爱哦。哦。佮为冰冻开始诶。哎呦，对啊。 嘿，都讲到这明啊，该会当讲较明诶。伊唱迄歌已经是台湾名曲啊。对啊。行到倒位？啊，伊
蛋嘛，甲你讲一个字啊，差不多35岁以上拢会晓唱。好，无要紧，1000块。救人啦！救人啦！救人啦！救命啊！好救啊！阿姊好救。来，救人哦，应该去食琴，考琴吧？考琴到我体格有相像。你敢有一？我是倒位有相像？你看选唔到队友，你看。较紧嘞。迄叫做鉗啊！啊，唔是哦，唔是鉗啊！鉗啊！我来讲，什么是鉗啊？你去庙门的时阵，迄个门顶管有一个鉗啊！哦，鉗啊啦，哦，鉗啊啦，伊确定鉗啊啦，鉗啊，无差啦，1000块，牛你啦！来，鉗啊，对唔对？鉗啊！你真正看袂起1000哦。无，我真正叫伊考倒啊。好来，伊讲的弦啊是胡琴啦，迄只用 A 弦啊，啊但是嘿 A 弦啊吼，啊咱即摆讲这乐琴上大的乐琴啦，乐琴哦，啊对，去食琴叫做乐琴啦。我来念歌哟，啊去食拢安尼吼，这共分钱嘛吼，啊所以有足侪什么款式歌啦，吼拢是这种啦，像你拄则唱的，是不是台湾名曲？35岁以上都会晓唱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1000块啦，1000块嘛是钱啦。好，来换片。来，要选倒一条。天童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天童的奖金有偌济。拼起来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头一场演唱会是快乐天堂演唱会？你敢知影会举办这场演唱会的原因，是因为动物照顾，还是因为古籍拆除的议题所举办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哎，救人啊！哦，救人哦！来，救人哦！来，动物快乐天是动物的，还是古籍？歌词内底讲改成做做动物，应该吧？歌词就是动物。是。唔对哦，迄阵敢若咧拆古籍，可能是古籍才是。你来参咱相信导演。应该较团结。迄阵敢若要刷去目沙去嘛。安尼那是古籍咧。嘿，古籍野手。嘿，我古籍。 2票，啊，动物的1票。动物的1票。哦。安尼我就选。安尼决定权伫你的手头。对。安尼我选乐琴。好啦，就选这个古籍好啊。古籍。咱来看下古籍拆除对唔对？是动物对。你哪会去相信一个日本人咧？哦，迄两个是要拆掉这个圆山动物园啦，那个动物搬去目屎，伊拄则有讲哦，啊，就是呢，有真侪人感觉动物嘛是爱，互人好好照顾啦，咱来尊重这动物权啦，所以因就会办这个演唱会，哦，表示讲咱安怎尊重动物，安怎好好啊保护动物，所以这是甲动物的保护有关系啦。加油加油！来，换你摇。来哦，嘿，来哦，1万呢，啊，够1万呢，1万呢，哦，你拢足够选嘞，大条拢在后壁。安尼无甲选一个环游世界袂使啊。哦，是。系啊，要挑战家己，嘿，环游世界。好，来，环游世界奖金有偌济？哇，大条的来。来，要环游啊哦。要环游啊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一个人是台湾议会之父，你敢知影？伊嘛是台湾头一个环游世界人。你知影这个人是虾米人无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万五，你即摆用人啊，用掉啊咧。无紧，应该嘛拢无啥好。你捌听过无？伊时间到，先起嘞。是。我真正唔知。加油！我头仔甲你讲者就是，应该甲我共姓啦吼。哦，啊，这个人介好，3个字1A，一个字。安尼你敢会当互我2A？这个人甲台中有关系。哦，这个较明显啦哦。伊姓林。安尼就无清啊。台中有关系。嘿。佮甲台中有关系？对啦。
敢袂叫林义书？林啥位？哦，林义士。哎，袂歹哦。无嘛是姓林嘛？姓林嘛？嘿啊。哦，林义书。嘿。好来，咱来看者林义书对唔对？哎呀，姓林无唔对啦，不要紧，老师会甲你讲。来，老师。林献堂啊。哦。这是日本时代的人啦吼。啊，因为伊本来就是争取讲咱台湾爱有这个民意代表啦，啊，所以有设议会啦，伫日本时代争取到，所以号做台湾议会之父。但是咱算战争结束以后吼，国民政府来台湾吼，啊，伊就是感觉讲这个国民政府无像伊原来想的遐尼好，所以伊尾下就无住台湾，伊当搬去伫日本吼，伊是死伫日本的啦。哦，啊，伊就是感觉讲国民政府来以后吼，台湾的政治并无比以前较好。虽然讲伊表面上讲是民主，其实是无影真正足民主的啦。啊，所以伊就伊捌带因两个后生哦去欧洲甲美国佚佗。伊才讲环游世界，其实是敢若去欧洲、美国尔啦。啊，不过迄当阵这是先进国家，所以感觉讲伊有甲伊这个去佚佗的这个经验吼记录落来，哦，有写做文章。啊，所以迄是算早期上早的台湾的一个欧美的游记，嘛算真有名啦。哦，迄阵台湾人多数无机会通出国嘛。是。哦，啊，这算留一个足好的记录落来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万无了伊啦。不要紧。换你两个万里，万里来看要多一个。要诋毁过还是要菜？看你介意食对菜。起码是咧看口味的对啦。你食菜吗？食菜好啊。啊，食菜好。食菜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菜奖金有偌济？3000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泡菜就是梅干菜，啊，你敢知影伊是用什么菜做的咸菜干呢？来，20秒的时间，这真简单哦。泡菜。嘿，过年拢会食到啊。咱客家的乡亲呐。我知。啊。你咧新竹应该知影，去试落。好来。唔知咧，唔知。哈？唔是客家人呐，唔知影。但是会食到啊。这咱过年的时阵，大家拢会食到。挂菜。哎呦，袂歹哦。挂菜袂歹。算巧哦。有机会哦。买无，买就确定啊啦。好啦，我就挂菜好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挂菜对唔对？来分数，今日滴了3000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挂菜是关年时出的菜啦吼。是。啊，北部的人吼，若讲过年食长年菜，拢是用挂菜啦。用挂菜。啊，咱挂菜嘛会当摕去生啦。啊，生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较无遐大的吼，就是咱讲咸菜。咸菜。啊，你若拍较大吼，啊，佮家一尾红仔底落吼，迄就叫做拍菜啦。拍菜。所以拍菜生得较乌，啊，但是伊来源拢是挂菜。哦，啊，你若做咸菜就无遐尼乌，哦，啊，伊嘛较无遐大。啊，若拍菜就较大，啊嘛较乌。啊，咱拍菜定定拢摕来看是要卤肉还是要滚肉汤啦吼，有足侪做法的啦，啊，拢甲肉有做伙斗阵咧用啦。是。啊，这叫做拍菜。客家那边较济啦。对啦。啊，到底是爱讲挂菜，是要讲长年菜啊？长年菜是过年的时阵你来食，因为要互你家己当迄收当年。伊改一个名就对啊。对，啊，若是正常咧讲的，迄个菜就叫做挂菜。你去菜市买嘛，讲挂菜。好，这喜气啦。长年菜就是这喜气啊，吼。好来，剩上尾一个猪血粿哦。猪血粿。来，咱看者猪血粿奖金有偌济？7万哦，来好啊，想一个啊，不是千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猪血粿是一款有人足爱食，却有人唔敢食的点心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伊其实是民国37年才伫咧台湾发明的料理。你敢知影头一个做猪血粿的人是伫咧什么县市咧？哦，来，10秒的时间。什么县市哦？猪血粿。猪血粿，好食的猪血粿要来啊！是。哦，大家县市拢嘛有。是。3、2、1。应该不是啦。你迄个表情，阿姊，你有看伊的表情无？这你要看一届无？来。
这意思你知哦？我应该爱用药的啦，这应该是，这不是伫中华，就是伫高雄。为什么？我感觉迄当阵可能较我南部的生活较轻俭。哦。啊，因为智慧是太高物件嘛。以前的观念。以前的观念嘛，啊，这个物件就摕去单调啊。系啊，啊，佫会捡起来用，啊，佫会加煮米落去加来做，应该是较南部的。好，所以你也决定一个啦。中华高雄，我感觉袂歹啊。唔吗？唔吗？我感觉我改一个。哎呦，灵感来啊！哦。哎呦！这应该是看号码啦。来就好去啦。家人啊！哎呦！家人。好来哦，家人对唔对？真可惜，好，不要紧，老师知影，来，请老师解说。由于拄则有讲哦，这是算较善车人食啦，这是无唔对啦。不过上早哦是出现伫倒位，迄个时阵还佫是日本时代啦，日本人生活无够好。啊，这个上早发明的，讲创造这种物件的人吼，伊说是台北市的大龙帮，遐叫做猪肚口，就是咧台底的所在啦。哦，啊，伊就感觉讲，迄台底的人吼，因咧智慧无碍嘛，啊，伊感觉做无彩，伊啊捡开，含糯米落，吼，啊吹。啊，做变做智慧果，啊，这个物件慢慢开始流行。你主要讲，逐位拢有，还是尾仔才有的。上开始，上早是伫这个所在，啊，这个人上头开始做这个物件出来，迄个时阵伊才12岁呢。哎呦，啊，伊就会当用伊的头脑含因朋友去做这个物件出来。啊，慢慢才实行伫咱台湾各地，大家讲会大龙帮，大龙帮，大龙洞是台中区啦，无台北市啦，台北市大龙帮，中庆北路交流道卡，大龙帮。哦，结果就是，阮学校以前是啊。啊，是，不过即马知影这历史真好，真趣味呢。知影是伫咱北部。12岁，伊若去申请专利，即马已经户口抵国啊。你当初无安呢？哎呦，你当初伊就袂有啦，还是也唔知影迄款。后来咱即马知影是分数啦。好，今日看咱凯这边，即马有25000啦。啊，咱赔咧，嘛有17000哦。哎，嘛袂歹。好，今日去咱的1秒10,000支。1秒10,000支。画图你要俗语。是，等下互恁一个图，内面就是咱的俗语的意思。啊，斟酌看图，是。后来咱即马奖金偌济？即马25000块。25000块就是25秒。是25秒。绝对无够。一定无够，佮添30秒变55秒，好无？哦，敢若3题尔哦，咱即马有55秒哦。是。后来第一题咱请出题。你来看树仔顶种的是啥物？人个涂骹是啥物？嘿，啥？是啥物啊？果子。哦。啊，是菜色类的啦，是果子。我知，讲啊讲，拢总25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3题尔哦，咱即马有55秒哦。是。后来第一题咱请出题。来切看10个字哦。10个字，足简单的，天顶有一个什么？日头啊啦。一个日头。系啊，过来。这个什么姓？什么姓？日头车爷爷，虽然讲什么？健康。哦，袂歹哦。来，日头车爷爷，虽然顾性命。就是讲，家己顾家己就好啊啦。对啦，顾好你家己，莫管别人。莫管别人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来看秒数。哦，够43秒哦。哎，袂歹，尽量讲哦。有机会啦。尽量讲，尽量讲哦，才有奖金哦，无可能会零哦。对。我感觉即摆这题目愈来愈赞呢。赞吼。好，佚佗吼。哎，够倒字出来吼。无唔对。感动。好来，第二题看你倒会出来无？来，第二题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高的你。什么？你来看树仔顶种的是啥物？人个涂骹是啥物？嘿，啥？是啥物啊？果子。哦。啊。是菜色类的啦，是果子。我知。讲啊讲。金瓜西菜瓜。系啊，头前有3个字。嘿。头前有3个字，嘿。啊。人若水金瓜西菜瓜。
哦，够万只，我唔知我第一歌才好咧。因为你甲看这人足衰哦。对啊。好，来咱看一个描述。哦，够17秒，袂歹。袂歹哦。继续哦，上尾一题啊，第三题啊。你来上班者好无啦？这恁输地啊。那学习啦，学习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来请我。去你。拍什么抓？什么地？拍好抓擦亲兄弟。哦，正确。我知影因足欠钱，讲真诶，无唔对，来拍好抓擦亲兄弟啦。是有啊，一个好啊。因两个啥兄弟啦？一个咧拍好，一个咧抓擦啊。是好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啦。啊，对，唔通黑白弯呐。那亲像这种叔兄弟拢无啥物，你甲你叫。啊，来出题咧。对啊。嘿呀，来看一咱的分数。是哦，今嘛够高清哦。哎呦，是哦。袂歹哦，高清哦。起来去颁奖。颁奖，高清，咱个金牌哦，来哦，金牌，坐等来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啊，感谢咱的罗公行罗老师，谢谢。专家有智慧，到顶边来去，欢迎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，下回再过来报名，感谢各位。感谢阿弟，谢谢，感谢师姐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比赛见哦，谢谢，别，再过来，谢谢，下回跟着。